有一天早上，你提起菜篮，却觉得像背了一座山。你以为只是没睡好，但其实你的骨头正在悄悄地向你发出警讯。我是一位从事骨科临床工作超过30年的医师，这些年来，我看过太多病人，他们年轻时健步如飞，到了50岁后，却连弯腰捡东西都会害怕。他们问我，医师为什么我变得这么脆弱？答案很简单，却也很残酷。从30岁开始，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慢慢流失，到了50岁，这个流失的速度会突然加快，就像一栋房子的地基开始崩塌一样。最可怕的不是疼痛，而是骨折后失去行动能力，接着是抑郁，生活完全依赖他人。我曾经遇过一位65岁的王太太，她只是在浴室滑了一跤，髋骨就断了。从那之后，她再也没办法自己走路，整个人的精神也垮了下来。这不只是老化，而是一种沉默的警讯。你的身体正在用它唯一的方式告诉你，我需要帮助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有一个自然、安全又便宜的方法，能悄悄帮你逆转这一切。这个方法不需要昂贵的药物，不需要复杂的疗程，只需要你在睡前做一个简单的动作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每一个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。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上数字0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能改变你未来20年生活品质的秘密到底是什么。这不是药，也不是昂贵的补品，而是真正的食物。我说的是种子，没错，就是那些你可能每天都看到，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的小小种子。但请相信我，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，里面藏珠的营养密度是大多数食物都无法比拟的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要跟你分享8种超级种子，它们富含钙、镁、锌，还有 Omega-3 脂肪酸，这些都是维持骨骼健康最关键的营养素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在睡前吃1汤匙，它们会在你睡觉的时候默默地修复你的骨头，滋养你的关节。什么是睡前？因为夜晚是身体进行修复的黄金时段。当你进入深层睡眠时，你的骨骼细胞会开始重建，而这个时候如果有充足的营养支持，修复的效率会大大提升。这就像是你给建筑工人准备好了最好的材料，他们自然能把房子盖得更稳固。我曾经有一位病人，她叫李阿姨，今年58岁，来自台中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骨密度检测显示她已经处于骨质疏松的边缘。我建议她每天睡前吃1汤匙混合种子，3个月后再来检查。结果让我们都非常惊喜，她的骨密度不但没有继续下降，反而有了明显的改善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告诉我，医师，我现在早上起床不会腰酸背痛了，走路也比以前有力。如果你也想重新找回力量，请在留言区打上强壮2个字，让我知道你准备好要开始改变了。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8种超级种子。很多人以为补钙一定要喝牛奶，但其实1汤匙的芝麻所含的钙质比1杯牛奶还要多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，你的骨头就像一栋建筑物，钙就像是建筑里的钢筋，而镁就像是固定钢筋的水泥。如果只有钢筋没有水泥，房子还是会倒；如果只有水泥没有钢筋，房子更撑不住。芝麻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同时提供了钙和镁，而且比例非常理想。芝麻分为黑芝麻和白芝麻，黑芝麻的钙含量稍微高一些，而且含有更多的抗氧化物质，对于延缓骨骼老化特别有帮助。白芝麻的味道比较温和，适合不习惯。
黑芝麻味道的人，其实两种都很好，你可以混合着吃。但有一个重点你一定要知道，芝麻的外壳很硬，如果直接吞下去，大部分的营养都会随着粪便排出，你的身体根本吸收不到。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把芝麻磨成粉，或者买已经磨好的芝麻粉。睡前怎么吃呢？你可以把1汤匙的芝麻粉加入优格里，搅拌均匀后慢慢吃。如果你不喝牛奶，也可以加在豆浆里。有些人喜欢做芝麻糊，用温水冲泡后喝下去，这样既温暖又好消化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叫陈先生，今年62岁，是高雄的退休老师。他每天睡前都喝一杯芝麻豆浆，坚持了半年。他告诉我，医师，我以前爬楼梯膝盖都会痛，现在完全不会了。每天睡前1吃芝麻，让时间也不敢夺走你的力量。这1小时是你身体夜晚最安静的守护者。奇亚籽看起来小小的、黑黑的，一点都不起眼。但当你把它泡在水里20分钟后，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。它会膨胀成原来的10倍大，表面形成一层透明的胶质。这层胶质就是奇亚籽的魔法所在。它能让营养素缓慢释放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睡前吃下去的营养不会一下子就被消化掉，而是会在整个夜晚慢慢的被身体吸收利用。这就像是给你的骨骼细胞准备了一份夜间持续供应的营养餐。奇亚籽最珍贵的成分是 Omega-3 脂肪酸，很多人只知道鱼油含有 Omega-3，却不知道奇亚籽的 Omega-3 含量其实更高。Omega-3 对骨骼健康有什么好处？它能减少关节的发炎反应，保护软骨不被破坏。很多中老年人的关节痛其实就是慢性发炎引起的，而 Omega-3 正好能帮助你对抗这个肿发炎。除了 Omega-3， 奇亚籽还富含钙、磷、镁这3种骨骼最需要的矿物质，它们就像是骨骼建筑工地上的3大主要材料，缺一不可。睡前怎么吃奇亚籽呢？最简单的方法是把1汤匙奇亚籽泡在半杯水或豆浆里，静置20分钟，等它变成像布丁一样的质地后，再慢慢吃下去。你也可以加一点蜂蜜或柠檬汁调味。有些人喜欢把奇亚籽泡在优格里，放进冰箱冷藏1晚，隔天早上就变成美味的奇亚籽布丁。我有一位病人叫张太太，她今年55岁，住在台南。她每天睡前都会吃1份奇亚籽布丁。2个月后，她告诉我，医师，我的关节不再像以前那样僵硬了，早上起床也比较灵活。当你睡觉时，奇亚籽在默默修补你的骨头。这1小时是你身体夜晚最安静的守护者。亚麻籽的外观看起来真的不起眼，棕色或金黄色的小颗粒很容易被忽略。但对于女性来说，尤其是进入更年期的女性，亚麻籽可以说是骨骼的救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亚麻籽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，叫做木酚素。木酚素是一种植物雌激素，它的作用就像是钥匙和锁的关系。女性进入更年期后，雌激素会急速下降，而雌激素对于维持骨密度非常重要。木酚素可以温和地补充这个缺口，帮助稳定钙质的吸收，减缓骨质流失的速度。除了木酚素，亚麻籽也富含 Omega-3、脂肪酸、镁、磷和蛋白质，这些营养素协同作用，能让你的骨骼保持强韧有弹性，不会变得又脆又硬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亚麻籽必须磨碎了才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亚麻籽的外壳非常坚硬，如果你直接吞下整颗的亚麻籽，它会完整的从你的肠道排出来，你的身体根本吸收不到任何营养。所以你一定要把亚麻籽磨成粉，或者购买已经磨好的亚麻籽粉。
还有一点要注意，磨好的亚麻籽粉很容易氧化，所以最好是现磨现吃，或者把磨好的粉密封保存在冰箱里，尽快用完。睡前怎么吃？你可以把1汤匙的亚麻籽粉加入温豆浆或温开水中，搅拌均匀后喝下去。你也可以把它撒在优格上，或者加进燕麦粥里，味道有一点坚果香，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吃。我有一位女性病人叫林太太，她今年53岁，刚进入更年期，来自新竹。她开始吃亚麻籽粉后，不但骨密度检测有改善，连更年期的潮热和失眠症状都减轻了不少。她说：“医师，我真的没想到1小时粉末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。从意识粉开始，让流失停止，这1小时是你身体夜晚最安静的守护者。你可能一直都把它丢掉，但其实南瓜籽是骨头的建筑师。每次吃南瓜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会把中间的籽挖出来丢掉，觉得那些只是废物。但如果你知道南瓜籽里面有多少宝贵的营养，你可能就舍不得丢了。南瓜籽最珍贵的2种矿物，质是锌和镁。锌是什么？锌是骨骼再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你的骨头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每天都在进行微小的破坏和重建。如果没有足够的锌，这个重建的过程就会变得很慢，你的骨密度就会慢慢下降。镁呢？镁能帮助钙质进入骨骼细胞。如果没有镁，你吃再多的钙都没有用，因为身体根本无法有效利用。南瓜籽还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和健康的脂肪酸，这些都能支持肌肉和骨骼的健康。你要知道，强健的肌肉能保护骨骼，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。睡前怎么吃南瓜籽呢？最好的方式是轻轻烘烤过，加一点点海盐调味。你可以把烤好的南瓜籽放在密封罐里，每天睡前抓1小把来吃。如果你觉得单吃太咸，也可以把南瓜籽打成粉，加在优格或豆浆里。有些人喜欢生吃南瓜籽，这也可以，但烘烤过的南瓜籽味道更香，而且更好消化。烘烤的温度不要太高，大概摄氏150度，烤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。记得要不时翻动，避免烤焦。我有一位病人叫黄先生，他今年60岁，是台北的计程车司机。他长期久坐，骨密度一直不太好。我建议他每天睡前吃1小把烤南瓜籽，3个月后，他的骨密度有了明显改善。他说：“医师，我本来以为那些籽没什么用，没想到这么有效。别丢掉你的力量，留下它们做夜晚的守护。这1小时是你身体夜晚最安静的守护者。”葵花籽是很多人小时候的零食，但长大后却很少有人认真看待它的营养价值。其实，葵花籽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超级食物。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、硒、镁和铜。维生素 E 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，它能保护你的骨骼细胞不受自由基的破坏。什么是自由基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里的小偷，到处破坏细胞，加速老化。维生素 E 就像是守卫，能把这些小偷赶走。硒这个矿物质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，但它对骨骼健康非常重要。硒能帮助你的甲状腺正常运作，而甲状腺分泌的荷尔蒙会直接影响骨骼的新陈代谢。如果甲状腺功能不好，骨密度就会受到影响。葵花籽里的镁含量也很高。前面我们说过很多次镁的重要性，这里再强调一次，镁就像是钙的好搭档，没有镁，钙就无法发挥作用。而且镁还能帮助肌肉放松，让你睡得更好，睡眠品质好，骨骼修复的效率就会更高。铜是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矿物质，铜能帮助胶原蛋白的合成，而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你可以把胶原蛋白想象成骨骼里的纤维网，让骨头不会太脆，保持一定的韧性。
睡前怎么吃葵花籽呢？你可以把葵花籽、南瓜籽和奇亚籽混合在一起，加进优格里，这样就能同时摄取多种营养。如果你喜欢喝豆浆，也可以把这些种子磨成粉，加进豆浆里一起喝。我建议你准备一个小罐子，把这些种子混合好放在里面，每天睡前舀1汤匙出来吃，这样既方便又能确保你每天都摄取到均衡的营养。我有一位女性病人叫吴小姐，她今年48岁，是桃园的上班族。她开始吃综合种子后，不但骨密度改善了，连皮肤和头发的状况都变好了。她说：“医师，我觉得整个人都年轻了。这一试是你未来几十年行走自由的保证，这一小事是你身体夜晚最安静的守护者。吃完西瓜后留下的黑色小籽，你都怎么处理？大部分人都是直接吐掉或挖掉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那些被你丢掉的小黑籽，其实是最珍贵的矿藏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西瓜籽富含镁和钙这2种矿物质，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它们对骨密度的维持至关重要。但西瓜籽还有一个特别的优点，它含有大量的精氨酸。精氨酸是一种氨基酸，能帮助你的血管放松，促进血液循环。血液循环好，营养才能顺利送达骨骼细胞，骨骼的修复效率才会高。而且西瓜籽的蛋白质含量很高，大约有35%都是蛋白质。蛋白质是建造和修复组织的基本材料，包括你的骨骼和肌肉。很多老年人骨质疏松，其实也跟蛋白质摄取不足有关。西瓜籽还含有丰富的 B 群、维生素和铁质，这些能帮助你保持精力充沛，改善睡眠品质。睡得好，骨骼才能好好修复。那么西瓜籽要怎么吃呢？生的西瓜籽其实是可以吃的，但味道比较苦涩，而且不好消化。最好的方法是把西瓜籽洗前、净后、晾前，然后放进烤箱里，用摄氏150度轻轻烤10到15分，中烤到表面微微焦黄就可以了。烤过的西瓜籽会变得香脆可口，很像葵花籽的口感。你可以把烤好的西瓜籽当作睡前的小零食，一次抓1小把来吃。如果你觉得嚼起来太硬，也可以把它打成粉，加进豆浆或优格里。我有一位病人叫郑阿姨，她今年65岁，住在嘉义。她每次吃西瓜都会把籽留下来烤前，当作日常零食。她说，以前都不知道这些籽这么营养，现在一颗都舍不得丢了。半年后，她的骨密度检查结果让我们都很满意。被丢弃的小黑籽，守住你的骨头大未来。这1小时是你身体夜晚最安静的守护者。很多人吃葡萄的时候，都会小心翼翼地把籽吐掉，觉得吃进去会不消化。但事实上，葡萄籽里藏住的营养价值远远超过果肉本身。葡萄籽最珍贵的成分是白藜、芦醇和多酚类化合物。这些名字听起来很陌生，但它们的作用非常强大。白藜芦醇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，能保护你的骨骼细胞不受氧化压力的伤害。什么是氧化压力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身体里的自由基太多，开始攻击健康细胞，导致组织老化和功能退化。葡萄籽里的白藜芦醇能有效对抗这种伤害，延缓骨骼的老化过程。多酚类化合物则能减少慢性发炎。很多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其实都跟长期的慢性发炎有关。发炎会加速骨骼的破坏，让骨密度快速下降。葡萄籽里的多酚就像是消防队，能迅速扑灭身体里的发炎之火。除此之外，葡萄籽还富含钙、镁、钾这些重要的矿物质。这些矿物质不但能强化骨骼，还能帮助神经和肌肉的正常运作，让你的身体保持灵活和协调。但是新鲜的葡萄籽直接吃确实不太好消化，
而且味道又苦又涩，所以最好的方式是购买葡萄籽粉。市面上有很多品质好的葡萄籽粉可以选择，记得要选择没有添加糖分和人工添加物的纯天然产品。睡前怎么吃葡萄籽粉呢？你可以取1茶匙的葡萄籽粉，加进1小杯温开水里，搅拌均匀后喝下去。如果你觉得味道太苦，可以加一点点蜂蜜调味。你也可以把葡萄籽粉加进优格或豆浆里，这样既能掩盖苦味，又能增加营养价值。我有一位病人叫赵先生，他今年57岁，是台中的工程师。他长期有关结炎的问题，每天睡前都会喝1小杯葡萄籽粉水。2个月后，他告诉我，医师，我的关节不像以前那么痛了，早上起床也比较不僵硬。最小的籽有最大的守护力，这1小时是你身体夜晚最安静的守护者。火麻仁可能是这8种种子里面最不为人知的一种，但它的营养价值绝对值得你认识。火麻仁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含有完整的植物性蛋白质。什么叫完整的蛋白质？就是它包含了人体需要的全部9种必需氨基酸，这在植物性食物里是非常罕见的。大部分植物性蛋白都不完整，需要搭配其他食物才能补足，但火麻仁不用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蛋白质来源。为什么蛋白质对骨骼这么重要？因为骨骼不只是钙质堆积而成的硬块，它里面有很多胶原蛋白和其他蛋白质结构。这些蛋白质就像是骨骼的骨架，让骨头保持韧性和强度。如果蛋白质不足，骨头就会变得又脆又容易断。火麻仁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优点，它的 Omega-3 和 Omega-6 脂肪酸比例接近完美，大约是1:3。为什么这个比例重要？因为现代人的饮食普遍 Omega-6 过多， Omega-3 不足，导致身体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。火麻仁能帮助你平衡这个比例，减少发炎，反应保护你的关节和骨骼。火麻仁还富含镁、锌、铁、磷这些矿物质，它们都是骨骼代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，而且火麻仁很容易消化，不会给肠胃带来负担，特别适合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。睡前怎么吃火麻仁呢？火麻仁的味道很温和，有一点坚果香，可以直接吃。你可以把1汤匙的火麻仁撒在优格上，或者加进水果沙拉里。如果你喜欢喝汤或吃粥，也可以在睡前煮一碗简单的粥，把火麻仁撒在上面一起吃。火麻仁也可以打成粉，加进豆浆或牛奶里喝。有些人喜欢把火麻仁粉加进燕麦片里，再加一点香蕉和坚果，就变成一份营养丰富的睡前点心。我有一位病人叫刘小姐，她今年51岁，是高雄的护理师。她长脐轮夜斑，骨密度一直不太理想。我建议她每天睡前吃1汤赤火麻仁，4个月后她的骨密度有了显著改善。她说：“医师，我真的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东西能有这么好的效果。坚韧的骨从今晚的1直开始，这1小时是你身体夜晚最安静的守护者。现在你已经认识了这8种超级种子：芝麻、奇亚籽、亚麻籽、南瓜籽、葵花籽、西瓜籽、葡萄籽和火麻仁。每一种种子都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都能在夜晚默默地为你的骨骼提供最好的修复材料。记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：一致性远比剧烈改变来的重要。你不需要一次吃很多，也不需要每天变换花样，只要每天睡前坚持吃1汤匙，持之以恒，3个月后你就会开始感受到变化。为什么夜晚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期？因为当你进入深层睡眠时，你的身体会分泌生长激素，
这种激素会启动骨骼细胞的重建程序。如果这个时候有充足的营养支持，修复的效率会大大提升。这就像是建筑工人准备好了材料，正等着开工一样。那么你该怎么开始呢？我建议你准备一个玻璃罐，把这8种种子混合在一起，放在床头或厨房里方便拿取的地方。每天睡前舀1汤匙出来，加进优格、豆浆或温开水里，慢慢吃下去。这就是你的个人夜间坚果混合罐。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比例。如果你特别喜欢芝麻的味道，就多放一点芝麻；如果你想加强抗氧化效果，就多放一点葡萄籽粉。没有固定的配方，只要适合你自己就好。但请记得，这8种种子虽然营养丰富，却不能取代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你还是要注意摄取足够的蔬菜水果，适度运动，保持充足的睡眠。种子只是帮助你的工具，真正的改变需要你全方位的努力。今晚就开始吧，请在留言区打上强壮2个字，让我知道你准备好要开始改变了。也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父母朋友，让更多人一起变得更稳更强更健康。你的未来从今晚的一吃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守护你的骨骼，守护你的行动自由，守护你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品质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次再见。